歡迎大家收聽下山看山下，我係主持人 Timothy， 同大家一齊認真事輕鬆講，看山下看世界。好，大家好啊，歡迎嚟到今集嘅下山看山下。最近啊，有一位離世咗嘅德國思想家哈柏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對好多人嚟講呢係或者係有少少陌生啦，對個名字。但係啊，如果我今日去換另一個角度介紹俾佢嘅話呢，你就會明白點解呢位思想家、哲學家同我哋日常生活呢其實都好有關係嘅。哈柏馬斯呢，佢一生人都係思考緊嘅一個好根本嘅問題。點解現代社會明明而家資訊越嚟越發達啦，平台越嚟越多啦，人人都好似可以表達意見咁樣，但係啊，人與人之間卻好似越嚟越難真正理解對方呢？呢個問題其實係好切身嘅。然而哈柏馬斯被形容為其實係近代一個最偉大嘅哲學家啦、思想家同埋社會學家。我以前係讀社會學嘅時候啊，亦都讀過關於佢嘅事。究竟係點解佢學說咁緊要呢？同一眾嘅文史哲大師評一評咗呢。咁今個節目呢，就同大家作一個簡介啦。首先大家睇下生平先啊。哈柏馬斯其實係1929年啊，喺德國嘅杜塞爾多夫出生嘅，係20世紀以嚟最重要嘅德國哲學家啦，同埋社會理論家之一。佢同法蘭克福學派呢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噶。佢長期喺大學參與呢個任教啦，同埋研究嘅工作，係一個非常少見，既有學術地位啦，又長期介入公共討論嘅知識分子啊，係一個好出名嘅公知。去到2026年嘅3月14號啦，佢就喺德國嘅斯坦貝格逝世，享年96歲啊。路透社形容佢呢係戰後德國公共知識分子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之一啦，而大英百科則列佢為德國第二代批判理論嘅代表人物啦。有啲咧關於佢嘅介紹提到啦，佢因為童年嘅時候受到呢個唇腭裂而接受過手術，曾經一度面對表達上嘅障礙啊。呢個經歷咧係被認為佢後來對溝通同埋理解高度關注咧係有一定嘅關係㗎。咁如果用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去理解哈柏馬斯咧，第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大家需要知道咧就係公共領域啦。咁咩係公共領域呢？大家可以想象成為一個空間啦，而喺個空間入邊啊，大家咧唔係淨係為私人個體而生活嘅，而係以整個社會成員嘅身份去討論大家關心嘅事。呢啲事咧可以關於教育啦、媒體啦、社會資源啦、法律啦、城市發展啦，亦都可以係對一啲唔同公共議題有唔同嘅睇法㗎。哈柏馬斯喺佢嘅公共領域嘅結構轉型入邊指出近代嘅歐洲咧曾經出現過一種公共討論嘅文化，譬如咖啡館啊、報章啊、文學圈或者沙龍，俾每個人咧可以走出自己嘅生活圈啦，去理性討論一啲公共事務。咁呢個概念點解咁重要呢？因為佢提翻我哋一個社會入邊唔係淨係睇佢公共數字，亦係睇佢哋有冇足夠嘅空間咧，俾大家去理性去討論嘅。如果一個社會淨係得表態啦、情緒化啦，同埋標籤等等咧，而冇一個深入嘅理性討論呢，咁就唔係等於佢好有深度啦。另一個咧重要嘅概念就係溝通行動理論啦。呢個名聽嚟咧就好似好學術咁啦，但係其實個意思唔難嘅。哈柏馬斯認為人同人之間嘅說話同埋互動咧，可以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係將說話成為工具啊，說話嘅目的唔係為咗理解對方而係影響對方啦、說服對方啦，而去達到自己嘅結果。第二種就係將說話理解成為一個橋樑啊。我提出理由唔係淨係為咗贏，而希望你明白點解咁諗。你回應唔係單純想反擊而係願意認真處理我嘅理由，同埋甚至修改自己立場。根據斯坦福嘅哲學百科嘅整理哈柏馬斯認為真正嘅溝通唔單止係交換信息而係參與者透過語言提出可以被檢驗嘅主張，
例如一啲事實係咪真實啦，立場係咪正當啦，同埋說話係咪真誠嘅。咁再講得白啲啦，一場真正嘅對話呢，至少有幾個條件，聽住啦。你講嘅嘢呢係要俾人聽得明啦，你講嘅內容呢唔能夠完全脫離現實啦，你嘅說法呢係能夠俾人問點解嘅，而你亦都願意接受別人嘅追問。如果呢啲條件全部都唔得嘅話呢，咁就好容易跌入嗰個狀態，就係人人喺度講緊，但係冇溝通啦。哈柏馬斯嘅理論呢，之所以咁影響世界呢，唔單止佢係擺入去一啲哲學思想嘅課本啊，而係佢提供咗理解現代社會嘅方式。後來好多關於傳播、媒體、法治、教育、公共政策嘅研究同埋實踐呢，都受到佢嘅影響嘅。尤其是強調一個社會唔單止有決策啊，而係需要有具有質素嘅討論嘅想法呢，都係好帶有哈柏馬斯嘅色彩。但係如果你問下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咩關係啊？咁答案梗係有啦。譬如喺屋企入邊啊，淨係得命令啦、斥責啦等等啦，而冇真係理解同聆聽呢，咁呢個關係就好容易失去溫度。譬如喺職場入邊啊，所有嘅會都係交代下做嘢嘅任務啊，或者追 KPI 啊，俾壓力捽數等等呢，而冇空間去講背後嘅理由啊，咁團隊就慢慢只係得服從而冇理解嘅。而喺學校入邊啊，如果教育淨係講分數啊、效率同埋 model answer 咧，冇人教點樣去提出理由啊，又或者點樣去反對意見啊等等啊，或者點樣處理分歧啊，咁年輕人咧就好難咧去建立一個成熟嘅思考啦。所以哈柏馬斯嘅理論咧，其實都係好貼地嘅。咁另外啊，佢基於佢法蘭克福學派啦，咁佢有一個好出名嘅說法，就係生活世界被系統性成啦。呢句說話好似好複雜喎，但係其實可以好具體嘅。所謂嘅生活世界呢，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啊，係靠信任啦、文化關係啦、人際關係啦，同埋共同語言嚟維繫嘅部分啦。至於系統呢，就係現代社會大致嘅運作機制啦，例如市場啦、金錢啦、政府嘅官僚制度啦，同埋行政邏輯等等。史坦福嘅哲學百科入邊指出啊，喺哈柏曼斯睇嚟咧，現代社會經濟同埋官僚體系咧，主要靠金錢啦同埋權力運作。而呢啲系統本身咧唔係完全負面嘅，但係假如佢哋無限擴張嘅話咧，就會侵入應該係靠理解啦同埋信任啦嚟維持嘅領域嘅。將呢樣嘢擺到我哋今時今日啦，就會覺得現代社會好講求效率啦、速度啦、KPI 啦、efficiency 啦等等啦，但係越嚟越少講點樣理解啦、信任啦同埋解釋同耐性。喺唔同嘅平台啊，好多時候只係問夠唔夠快、有冇用啊、能唔能夠吸引注意啊等等，而少咗問其實係咪合乎理性啊等等。哈柏馬斯提醒我哋咧，當一個社會只係剩低效率同埋操作咧，而冇俾人建立理解啦同埋空間等等咧，表面只係好似好有秩序，但係慢慢咧就失去一個真正嘅公共生命。如果再進一步用哈柏馬斯嘅理論咧去理解而家咧，其實有幾個好得意嘅現象。第一就係資訊過多，但係理解未必增加。我哋當然而家係資訊爆炸嘅年代啦，每日有大量嘅資訊喺唔同嘅平台，但係資訊好多唔代表咧對理解係一定加深咗。尤其是喺社交媒體啊等等啦，我哋好容易收到一啲即係情緒化啦，或者不同立場啦，或者好極端嘅內容，而唔係完整嘅脈絡啦，去大圖畫等等。咁好多時咧，我哋嘅表達只係表態，各有各話。以哈柏馬斯嘅角度嚟睇咧，問題唔單止係資訊嘅真假，亦都係關於人同人之間係咪足夠空間慢慢去理解討論。另外一方面啦，就係科技正係改變我哋接收同埋理解世界嘅方式。UNESCO 咧就喺2025年關於 Deepfake 嘅文章入邊咧，而家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咧，正係模糊緊真實同虛構嘅界線，造成一場好深層嘅知識危機。咁唔代表科技一定係負面嘅，而係話當 AI 演算法等等共同去建構緊我哋睇到嘅世界嘅時候呢，我哋理解嘅事情嘅節奏亦都改變咗。好多內容呢，唔係鼓勵大家去慢慢去理解啦、比較啦，反而鼓勵人呢係即時表態啦、好快速反應啦。
咁從哈柏馬斯嘅理論嚟睇啦，如果社會慢慢越嚟越習慣即時反應咧，越嚟越少耐性去聆聽啦，去諗點解啦，做比較咧，就會其實好難有一個真正嘅溝通。第三啦，一啲極化嘅語言令到社會更難去好好咁討論啊。今日好多地方啊，無論網上啊諸如此類啊咁，大家咧都好中意用一啲好敵我嘅語言咧去描述大家嘅。咁啊，好多時候一講咧就去覺得冇嘢好講噶啦，你一定係某一類人、某一定陣營啊 IP 都唔使 check 啊，就係覺得你係某方面嘅人啦。路透社咧就係喺哈柏馬斯逝世入邊嘅報道講到啊，佢到晚年咧仍然對呢個民族主義啦、軍事化啦同高度情緒化嘅公共氣氛咧表示憂慮嘅。咁從佢嘅理論嚟睇啊，呢啲現象最令人憂心嘅地方咧，唔單止係社會有分歧，而係當語言越來越只用嚟分敵我咧，而唔係講理由咧，係社會越嚟越難維持。所以如果用比較簡單嘅說話去理解哈柏馬斯點樣帶俾現今世界嘅提醒呢，可以去咁樣理解嘅。一個社會最重要嘅唔係有冇聲，而係令到唔同嘅聲音可以大家彼此了解。今日呢個世界呢，資訊有好多啦，有好多立場啦，表達好多方法啦，但係對於理解一深層次理解呢，就未必好多。呢一樣嘢可能係哈柏馬斯值得我哋去記住啦，唔係一套抽象嘅理論，而係一個好基本嘅信念。就係人同人之間仍然有可能透過理由同對話啦，去共同維持一個可以生活落去嘅社會。呢種聽落嚟呢，好似有啲太理想化啦，但係正正因為今日呢個世界太多資訊啦，越嚟越碎片化啦，大家喺網上好快咁 react 啊等等啊，我哋先至要更加停低嚟提醒。雖然哈柏馬斯已經離開咗，但係佢留低嘅問題呢，仍然喺我哋嘅身邊。當我哋每日打開手機，面對好多唔同嘅 notification， 面對唔同嘅新聞、留言、短片、評論同爭論嘅時候呢，我哋又或者可以停一停去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哋係想生活一個淨係得表態同埋爭拗嘅世界定係願意留低一個可以保持理解可能性嘅世界呢？當然啦，哈柏馬斯嘅一生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啦，同埋貢獻嘅。但係今日我正正就係想抽取一啲我覺得認為去值得同大家分享比較貼地啲，可能切身啲嘅理論啦，或者題目啦，同大家分享嘅。假如大家仲有興趣嘅話，可以不妨去網上再睇下關於哈柏馬斯嘅一生啦，同埋佢嘅社會學哲學嘅理論啦。好啦，咁以上呢都係一啲我個人理解嘅分享啦，亦都參考網絡資料有機會有誤差嘅，請大家自行判斷啦。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呢，可以訂閱啦，同埋讚好呢個 podcast， 歡迎俾意見俾我。好，大家下集再見，拜拜。